今日也好访问的是民进党提名嘅苗栗县长参选人，那是乡人的立委吴怡珍，委员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苗栗其实哦，大家讲到苗栗，如果上到客家庄，因为有60个家的行业。按讲到苗栗有关客家的地标，其实也许多，像有国家级的客家园区，有客家太阳也到，按旧有去一个。后龙的高铁站嘅只嘅有啲人流，它嘅建筑其實許多。當地嘅鄉鎮，因為也會想講，用自家嘅農體產品，想講來打出一啲自家嘅名聲，做出自家嘅特色。你自家來看苗栗頭，客家咁有還有做得做嘅地方，唔敢講，也下大家看到苗栗啲客家係同想象當中嘅客家，唔敢講英國嘅本人看到嘅客家係咁樣嘅嚇。那大擺都強調講實在話，客家人吼同福佬人同一般的吼唔係客家人的差別同哪？親明顯的差別都客家話，客家人嘅一大可能，最一大可能都定係客家人。因為也係嗱，在入苗栗縣吼感受到講吼，其實客家嘅語言的嗰種嘅使用吼，在入普通一般民間，真嘅漸漸的越來越少。所以嗱，個人咱因為講真嘅，也下過去吼都。做也文化，吼，由於嘅文化嘅產品啊創作，吼，也係講文化嘅結果，吼，你看到有客家歌謠版啊，客家嘅台戲啊，一種嘅看得到嘅東西，吼，大家都盡盡量可以流傳下來，可以保存下來。但是係唔係做一隻書種將來，吼，也地方政府做一隻政府，真係我來鼓勵大家真緊，我來。真嘅潛在咧，自家嘅客家味，親戚家嘅都係客家語言都使用。那因為要營造這樣的氛圍，那本讓我聽人願意來，那我認為這個東西係在呀推動上哦，那因為要請積極係最要緊。人家高州縣市政府如果難做，大家路其實路霸在，唔過唔可以後生人進來，如係伊個上一台，伊個下二台，唔如果孤獨。有種也有提出亞嘅福利，同成人有關嘅，同老人家有關嘅政策。唔做得同大家講一下你嘅想法冇？韓國大家也會想價錢要對哪來？其實那個綠台保證特別多，那大擺台員工從我先講2點，都係要照顧成人嘅，還有照顧老人家嘅。第一點都照顧成人嘅，主要係因為那在呀先頭前這個時間，那都談到一個家庭嘅人都講，呀苗栗縣政府啊，劉政府縣雖然馬吉啦吼，但是佢有推動呀營養午餐的部分，呢度家長都認為講有減強物價嘅經濟負擔。雖然一個月漲2-3千元的，但是有咁強。那我也認為說，一個縣政府照顧自家嘅子弟也本來都應該嘅。那既然這樣，我們讓他早餐也一起，好，就是呢，幫佢食得飽，食得好。那第二大點呢是老人家。老人家嘅牙科，那大擺都講，老人家差唔多60歲輪牙齒嘅時間咯，這個都唔怕得花錢，因為也係牙科做牙齒要吃費，好也係健保冇付咩，吃費嘅時間老人家唔怕得100到2-3萬，2-3萬1-2萬。佢唔怕得同後生人討錢，因為後生人賺錢較辛苦。雖然因為照顧老人家，幫佢食得好，當然心情較好，又較有自信。好，雖然因為講老人家講牙補助做得先做，那有些推動嘅錢都用，也2點就要花錢啊。那太子送過嗬，小學生嘅差唔多營養早餐嗬，加上也營養午餐，差唔多1兩億。差不多這個規模，然後老人的獎牙補助，如果撇開衛福部將來哈，是不是說針對這個部分有可能去爭取中央的健保費的補助？地方中嘅負擔啊算過，13年總共算3萬元都好，全縣差不多8萬人口。好，老人家8萬人口，那差不多1年2億人，那1年2億人也唔係當年都2億人，因為有的人做體咧也唔係當年都需要，第一年較多，吼，那這個大概花起來，其實苗栗縣政府1年的稅出啊，662億啊，670億，我認為佔這個比例其實還可以負擔。那在上頭也要支出的就用了，我認為在整個稅出的支出我重新要調整，都會針對活動式的預算。好，
烟火式的预算，还有或者是活动式的预算，甚至藏在各局处里面的一些观光行销的预算里面，比较是一次消费型，大体都冇诶，冲体都冇诶，给台湾哈，我认为应该重新检讨，给台湾钱严严嘛，亲手有力量意义上。讲到亚白的县情哦，其实各种人要讲，喜铺烟师没厉害毕业，以前震动轮替各位，亚白你有读到，其实没你按到年限，你这个亚白评估，感觉讲的县情很用。上一摆严重限期的时间，哈，因为系大部分系一对一，都系有中意刘政凤严重的都会投期，冇中意刘政凤严重的都会投用重症，好，大部分那个美丽烟当时的投票的嗰种气氛系安样。亚摆限期较多年，吼，按到上年，按到无强的人，无强强症的人投票了先。那当然，票位要分散也还确实，但是民主进步党做一个蔡亚党，吼，那当然国民党喺长期执政，中央也按执政半年的，吼，半年人。那地方上有做的话9年，吼，半年人。那系唔系讲 ML 人去甲亚摆，吼，想清楚。做按唔好的情况之下，应该稳当，吼，稳一3年，吼，稳一张过去冇保护的人来做可能，迄那亚摆现在的诉求，那是不是说基本盘做得维持，吼？那个人是认为是做得，吼，因为民进党的投票的取向，吼，一般就是我支持民进党，也还讲支持绿色的。好，也固定差不多。那我们是希望说，在这个维持好蔡英文也盘面，甚至往上增加。那尤其是国民党的票位要分散体的，好，那国民党票位分散体的，佢也唔会拿过半，好，那大家都分开来拿的情况之下，差不多预估10几万都会动线嘛。那希望。那都透过那亚站民进党的基本盘，用亚基本盘来标，那也诉求我们苗栗县较多的中间的选民，中间选民其实一到员工高薪上退休的，好公务员退休的，那我认为说那个部分其实是可以我们诉求，我们其实是拜托大家，这个东西跟政党没有关系，黑一张震动轮替的时候，我们要让执政党。负责任，执政党佢应该要输到高选。没有你本佢亲好的高选的方式都会稳动啊。没有你本国民党一只高选表示态度的方式稳动，也本国民党已经，那也给民进党一个机会。